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我喺2025年嘅10月確診咗胰臟癌，腫瘤有3.3 cm 咁大。中央醫院要我即刻開刀切除腫瘤，但又話俾我聽11月、12月都冇期，最快都要等到明年1月先至有期開刀。跟住醫生就建議我先做化療，希望腫瘤可以縮細之後開刀。我就去尋求第二意見，有啲醫生話先開刀好，有啲醫生話先做化療好。喺呢個時候我就祈禱交託，求天父帶領。就喺我最迷茫嘅時候，天父差派咗一位基督徒腫瘤科醫生睇我。佢知道咗我嘅情況之後，就主動去聯絡中央醫院一位教授，教授願意即刻幫我開刀，手術切除咗我2/3嘅胰臟同埋小部分嘅胃同大腸。喺中央醫院住咗10日，天父憐憫保守我，身體漸漸康復過嚟。返到屋企休息咗個半月，就開始咗12次嘅化療。當我完成第1針化療之後，頭嗰2-3日都係靠住大劑量嘅類固醇去控制反胃同埋嘔吐。化療副作用開始越嚟越犀利，我就越嚟越辛苦，行安坐唔落，連呼吸都好辛苦，成個人都唔知點，飲唔到水，食唔到嘢，淨係覺得好辛苦。呢一種化療所帶嚟嘅辛苦同開刀所帶嚟嘅痛苦係兩種唔同嘅感覺，因為開刀嘅痛係可以靠嗎啡去減低痛苦，而化療所帶嚟嘅辛苦係冇藥物可以控制。呢個時候我唯有不斷嘅禱告，求天父上帝將呢啲化療所帶嚟嘅副作用辛苦拎走，或者攞走一半都好。但係天父就好似聽唔到咁樣，連續幾日我都好辛苦。其實天父係好憐憫我，派咗一位天使喺我身邊，佢就係我太太，24小時去照顧我、安慰我、鼓勵我。就係咁樣捱過咗幾日，呢啲咁樣嘅辛苦就不知不覺逐少嘅減咗一半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嘅腳趾突然之間紅腫起嚟，之後先知道化療引起嘅痛風發作。加上我係一個痛風長期病患者，原來化療之後細胞會大量死亡，就會產生大量嘅嘌呤，而呢啲嘌呤就會去到我腳趾嘅關節，令到我嘅腳趾發炎、紅腫同埋好痛。但又冇辦法食消炎止痛藥，因為我嘅胃開過刀，醫生嚴禁我食非類固醇止痛藥。喺呢幾日我都係不住嘅禱告，交託俾主，求主耶穌基督憐憫醫治。過咗幾日，雖然隻腳仲係紅腫，但係已經冇之前咁痛。呢個時候我就諗起一段經文，就係哥林多前書10章13節，你們所受的試探，無非是人所受得起的，神是信實的，他必不容許你們受試探過於你們承受得起的，而且受試探的時候，必定給你們一條出路，使你們能忍受得住。感謝天父，喺我開始患病嘅時候，就安排咗一班弟兄姊妹
同埋3位牧師同埋2位師母不住嘅為我同我太太代禱守望，令到我唔會覺得孤軍作戰。由於確診到而家已經7個月，醫生話俾我聽，癌症已經擴散到肝臟同埋肺部，因為1線同埋2線嘅化療藥物都無效，所以我哋決定咗停止做化療，改為中醫治療，與癌共存。我確信天父必與我同在，他必看顧我，主嘅恩典係夠我用嘅。阿門。